主席，近年中高齡人士就業情況持續惡化。我對比過統計處嘅資料，喺各個年齡組別之中呢，就失業率持續上升得最嚴重嘅係55至59歲呢一個組別。呢個組別嘅失業率呢，由去年嘅11月至到今年1月嘅3%，之後呢就逐個月上升，去到依家最新係4.6%。目前呢一個4.6嘅失業率呢，已經係僅低於年青人嗰個組別，係相當之高。喺過去咧都有好多意見反映，擴大輸入勞工之後咧，就唔少僱主就傾向請年輕力壯嘅外勞，甚至諗辦法逼走本地嘅僱員。我想問下局長，政府你有冇評估過該年齡組別失業率今年急升嘅原因，又會唔會同輸入外勞同埋各類人才計劃之後咧加劇咗競爭有關呢？如果失業率進一步持續上升，政府除咗再就業津貼計劃之外，有冇新嘅措施去應對？局長，主席，正如我先前所講咧，香港而家係正經歷緊經濟轉型期嘅。事實上咧，就業市場嘅轉變，除咗人力供求嘅變化之外咧，我哋都留意到，隨住 AI 科技嘅廣泛應用咧，都必然會對就業市場咧造成一定嘅影響嘅。咁所以我哋會多方面關注啦。但係我留意到啱啱周議員有講呢個輸入勞工啦，其實如果計補充勞工計劃優化計劃嘅總人數，而家咧喺香港工作嘅咧，呢個計劃喺香港做緊嘢嘅咧，目前有32,000人左右，相對於我哋整體340幾萬嘅總勞動人口嚟講咧，佔嘅比例咧係唔到1%嘅，咁所以佢嘅影響咧其實係好少。但係我當然留意到咧，對某啲行業嚟講咧，佢嘅數目比較多一啲，譬如飲食業，尤其是係侍應生同埋初級廚師呢兩種工種，亦都正呢個原因咧，政府最近咧針對呢兩個工種去精準地因時制宜咧，做一啲更嚴格嘅要求，希望做得到咧，就係本地工人優先就業啊！多謝主席。邵家輝議員，係周小陽議員冇答你咩問題？其實我咧就主要問55至59歲呢一個年齡組別失業率急升嘅原因，佢冇答到呢一方面問題。請你坐低，局長有冇補充？我冇額外嘅補充嚇，因為就業市場咧其實係多因素去變化嘅，我哋都密切留意嘅。譬如我哋都見到某啲年齡組別嘅就業人口咧，相對於以往咧係有所上升嘅，但係佢個變化原因其實係好多嘅嚇。咁政府會做嘅咧就係包括加強就業嘅配對啦，加強再培訓啦，務求令到有興趣工作嘅人士，無論佢係中高齡定係其他嘅年齡組別咧，都可以有適切嘅支援，盡快揾到工作。多謝主席。